节目的歌单哈，讲歌单呐，讲歌单嘿，啦，你听我干嘛样讲？你讲唔过他的啦，含个老豆来谈唔错。高温呐，真难有。有歌它如果开封以后可以保存几天，你知道吗？不知道。白风有过保7天。三姑娘啊，冲啊，心莫开哟，莫冲开心唔爽，闹热大擂台，闹热跳下来。来，大家好，我係羅志峰哈。眼睛啊，哎呦，今日叫我鬧熱 TPK 吧，金曲 PK 賽，係有唱到啊，當叫無來都係你節目嘅朋友啊哈。分咗兩區，鬧熱區還有擂台區，遊戲區要獎金1萬元哦。哎呀，你哋朋友好叫無來啦，係啊，等下好好嚟表現冇得個糖啊你。好，實在比賽有錢咩？對嘛？所以要搶評審先。當然啦哦，總編先生。劉少奇先生、黃丕樹先生，來馬上進行比賽啊！哦，從鬧熱區開始，陳子怡帶來就是喜歡。來，聽下啦。So much， 就係喜歡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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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係喜歡你。我
家好。差点认不出你。风格冇强用的哦。他也是北边啊，正经吼。对呀。金钱都会等很华丽，有冇？有什么华丽？传统，传统华丽。做个三重舞都较传统型的。像表演的像从山国样的。舞台装。对，古典。对啊，哎，为什么会有？怎么变成韩女团了？对啊。最近就是有参加一些舞团呐。哦。对啊。哦。乖。因为最近转学，我变成罗哥的学妹。哦。你去读青年了？对啊。哦，那个误人子，不是。那个教育无数英才。对，真的，他培养出太多优秀的人才，对，包括我在内。真的超优秀，朝罗哥看齐，好不好？杰出校友。什么话？对啊！你去读啊？这几年级？现在2年级了。2年级，念神啊！学校有什么改变吗？因为学校就是以前只有影视科，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有独立的表演艺术科，因为人越来越多。哦哟，我们是第1届的表演艺术科，就直接就把它合起来叫表演艺术科。对，就舞蹈，但是还是有影视啦，影视还是有影视，然后表演是表演。对，南回口啊，对，好伤多，对啊，哎呦，应该是罗哥的关系。哇，那你要好好认真努力，会的。冇人根本写出来歌诶，没冇强用，曲风冇强用咧。之前全部献个较流行、较传统，较传统的歌，根本写出来歌诶就适合佢嘅，系冇？对，之前都是唱展艺老师的歌，然后前几年就有听到于娟姐姐唱的歌曲，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曲风我很喜欢，然后我就开始去找她的专辑，然后我就开是学，然后想说这次有机会就来唱。这个才像对嘛？好的尝试。是啊，你说阿妹啊，怎么从了传统那种，那种传统的模糊，没唔好啦，可以多方尝试。多方尝试，你看你现在这种打扮，配合这首歌就多，还有3个黑子就出来了，多么配合哈，都没有违和感，对嘛哈？好嘞，冲对了，唐先生公平。向飞欣赏，老师好。所以啊，真的就像罗哥说的，真的看你。是小的时候就听你唱歌，3年级，对啊，3年级的时间，真的。然后现在这么漂亮，然后声音很甜美，今天整个一直唱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被你那个甜美的声音，哇，就陶醉在你的歌声里面，我觉得很棒。那其实今天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你，我也是非常的鼓励你，尽量多。更多的学习不同曲风，对年轻的曲风多一点去尝试，而且在后面那个就会一分一，我其实有听到你是有一些沙沙的气声，好，所以我觉得鼓励你，也可以去听一听有一点气声这样子的声音的唱法的歌，去学看，我觉得应该也会很适合你哦，很期待你下次可以再来挑战那样子曲风的歌。好，对，然后因为我知道你很会跳舞，对不对？下次你可以再多带一点肢体进来。好，我觉得会，我觉得会更棒。对，那么对，会更多的让这个歌的层次上更多，不只是声音上的层次，其实肢体上也能够让这个歌能够有更多的层次。但是今天整体来说，我觉得是今后非常好的。对 ，OK， 加油哈！谢谢。我是觉得我放不开了。肢体动作中的动作中的他抬一些，嗓音更 enjoy 第一条的。对，你就比如说你要发挥你的专长，你都走得很牛，你都韩女团唱跳歌手那边，没感觉，你看。动一下，看一下学长就是照着那个表情不要学，动作学起来就好。来，快给个粉丝。好，看一下陈子毅给粉丝。哎呦，也是有感情分。我们闹热队，你看，跟某一旗开得胜啊，说不定这是基本分，好冇啦，冲得清后啦，后面的加油哈，旅台区加油。好了，谢谢，加油哈，会加油，好不好？好。老师说的话要听哦，哈。好 ，OK， 多听一些现在新的一些东西，好不好？我会认真学习。对，加油，不要辜负你阿婆的期望，好吧？会，好，加油！谢谢大家支持，可以哈。
自己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蔡幸娟。年轻时候我不认识，对，你不认识。我看的时候他已经红了。哦，真的，刚好就有一个虎牙。正经有枪，真的有枪。我们摄影机再照一下。嘿，对啊，上那用正经有枪，真的有枪嘞。很多人上那用的面凶的都亲会冲狗，嘿吗？真。很多人都这样讲哦，因为真的很像。对啊，那以后会很好命，因为蔡幸娟现在也过得很好。对啊，嫁入豪门，嫁入豪门哈。我们后面的多的好。沙雷嘿，擂台吹，一边声带来鼓响。来，看看啦。爱的故乡在哪位？青山里海水流，春天开通花，秋天有凉花，这就是爱的故乡。春风吹来桐花线，秋风吹去凉花落。花飞啊飞，结出紫蕊乃为蝶，蝶到乃为就送去。不管东西呀南北，乃为送去，乃为冲，冲到乃为梦故乡。不管东西呀南北，乃为送去，乃为冲，行人行为先发，先发困强好传续。不管东西呀南北，乃为送去，乃为冲，冲到乃为梦故乡，有梦也是袂去行。不管东西呀南北，乃为送去，乃为冲。行为先发，先发困强好传续。有喜夜桐花开，山梦徛当桐花闹，桐花飘舞风霜歌，故乡的。桐花不退。哎呦，大家好，陈大姐好。哎，你是最后亲后面个 ending pose， 怪怪的，无记得摆窗口拄爱用啊，你拄爱用以前伊迄款用起的，伊讲爱用较臭啊，哦，你较臭啊，无了解啦，哎，你睇球阿无啦，对对，来睇球已经了解，了解，对啊。按叫我人最近呢，无还嘛个东西。我参加那个公司的歌唱比赛，公司的歌唱比赛，大条苗吗？我参加的时候啊，那个我们部门都不知道我会唱歌。哦，正经哦。我没有在大家前面唱过。哦，因为他长得就像那个黄玉祥那种感觉，钢琴家。大家觉得他勾引，还是他们一直以为是黄玉祥在公司上班。他可能没有那么知道。啊，还有雷迪，你不会冲过嘞？有没有迪？有一天呢，就是我去参加完之后嘛，他会公布那个入选，因为我唱完就有入选，然后那个我们电脑的网页啊，都是
一登入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公布栏，一跳出来就迷片很多。公司有网管某两种东西，好不好？对，那个就公布说入围名单。哎呦，我的照片就放在上面。哇，全公司上下全部都知道了。对，那一天突然间大家都来问我，你有参加？一定引起骚动。对，我们主管以前叫你小许，现在叫你冰胜。对。突然间许哥，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唔知那会冲狗啊？迄个有得到第多名，第4名。第4名。清理好的公司很多人，1000人上，第4名算不上。这个要讲一下，很多的那个外劳选手都好会唱。真的哦。有奖金吗？有奖金。奖金多少钱？第1名3万。哎呦。第1名3万。他们都好厉害。那我们这边比较多啊。对，还是这边比较好。我们这边要是厉害，对，蒙古做的比好嘞，一般养都是有3万人员。对啦。哇，那下次有机会再过来搞啊，里面。好啊，好，来，冲突了唐先生公平。抢蛤蟆老师。医生啊，请问你是讲西烟还是讲汇丰？还是你会不会讲？我不是客家人。你不是客家人不是客家人因为我当你冲国的时间嘛哈，给汇丰的给声音都冇乜标准，就普。贴线要调国的嘛个演员。我之前来比赛的时候听那个朱鹏君唱过。你为什么别人不听你听他？就土后你冲2条狗的后堂嘛，没你的问题。我来这边都听大家唱不一样的歌曲，我喜欢这首歌，我就把它列入我的歌单。以前有谈过你冲国的时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冇按标准也会紧张我来发现你的台风进步很多。台风进步很多，讲话面他顺你看那个 ending pose， 有，只要我听佢来时还有问题我说我在那个脸书还有看到你我说你是不是在哪里表演？他说他有考街头艺人。对，有考街头艺人。那我比较好奇问你讲，你考街头艺人有啲街头艺人嘅表演的时间有冲客家歌吗？没有呢。所以我都讲你唔可以否就很容易。你，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说，原因讲呢，客家歌曲它会变成是一个传承，是一个负担，是一个包袱，系嘛？我哋讲，而家講啲台南高雄超當到客家鄉親。我跟你講，我因為我去台南表演過，我當地就是說，他們不見得聽得懂那客家歌曲。但是你不是客家人，你在表演的過程當中，你要。但是你從一數兩數三數客家歌曲的時候，你會發現突然會有一批人走過來。客家人又很大方，對嗎？很大方，他是對自己小氣對這種聽到這種親切感。對，有可能一次1000，基本上整碟，招愛900，整碟名字。基本上，因為喺台南舉辦表演我就會發現很容易。後來人哋衝退以後，我考慮問佢哋，我說你在台南教有客家人？有啊，有很多，也有客家事務局。你懂事講客家話，說我們比較少講客家話。但是假使講有表演來的片的時候，有唱到客家歌曲，哇，他們就很高興，給他攏講，你係客家人嗎？他就會過來問。我遇到好幾次，所以我要幫假使講你有在街頭藝人表演的時候幫你有一個賺錢的機會。記得從關於創好耐的時間參數一首的客家歌落去底部我跟你講到時候我要是聽到的話，我就幫你多投2個。對，我會幫你宣傳一下。看欣賞基隆時會去台南的時間聯絡一下，我可以幫你抖內一下。投進去的都用8用讓你記得。對啊，投進去的假鈔。表現不錯繼續加油。謝謝。就是大概，比如你唱10首歌，唱個1首。一條客家混一首進去。你們比賽請叫咧，請到嘅歌單。對呀，有。做得吃虧。再拜託你，雖然不是客家子弟，但是要有客家心，好不好？好，來，快給個分數。看一下評審嘅分數。呀，健身點請他。TV 聽聽，然後你推，冇一聽哦。好了，當嘉賓先，好不好？謝謝，再拜託10首
加一首，10加1啊。OK，那10加2也可以，多200啊，打200。下次看老师来，我就会看到你来，我也会。对，好 OK， 谢谢。好嘞，沙下來，我嘢吹啦。沙下來，係羅考現帶來流浪。嚟，等我啦。眼中會講千百種嘅故事。幾厲害嚟嘅 YouTube YT 平頭有10萬的人，10萬人訂閱。哦，剛播不久，你可以有到10萬了，為什麼？怎麼那麼厲害？沒有跟羅哥學習啊，因為你是吃那個比較年長的哦，我是吃比較幼的，那個消費族群不同。跳固执愛命運，就算愛離開愛傷，有意義愛袂轉落。流浪了，心情夢影愛當我，世界安排，世界安排，因你了講下。Strawberry field, show me whether it is nothing real. My life is like a purple haze, intoxicating the game, so by its shade.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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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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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hey yeah. 人人痛本是凶器，本顺。本顺将将该你过，而退不你个胸片，胸都口下该思念流浪，途中该故事做才属下，应该系跳摆该你流浪了，心情梦影爱当我，世界安排。世界安排因你了更好，流浪了，錯的再來改善，愛可馬上讓愛改變一輩子流浪。
罗凤英，看，罗凤英上头有诗文，也爱充电，有爱唱歌的，也要充电哦，写来的诗文，写冇讲，嘿，还有冇？讲出来，你罗凤英，哦，罗凤英，长得有点像王力宏，对啊，真的比王力宏帅，好不好？哦，是啊，只是比较矮一点的王力宏。跟唔怕啦，没关系，那个鞋子可以垫高，对，跟没嘛问题。呀，台起给他抛去了都有180，哦，之前来比赛嘛，嘿，比赛刚好都听管嘛，冲冇。因为以前给时节做唔得冲，对啊，系啊，做唔得冲嘛，所以第五关给时节秋末嘞，做么差不多1年lang嘞，签是停的啦，走，这样就做特别计划，特别开发多了，张松 T 拜松特别开发呢，哦，中间你这种啊，有去比赛，去比赛，嘿，客家的流行音乐比赛，哦，真的啊，嘿，哎呀，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没算不差啦，有一比。云一比，哦，还有青岛嘅客家嘅学生嘛，错嘛？走。那有考乜嘅客家認證哦？有去考個客語初級認證。初級咧，試驗強嘅。錯，試驗強嘅。難怪你下做定用講客家話。當然要啦，冇歌嘅人拿出嚟講。哦，一難講啊，我一考都冇會聽我歌啊，咁講。哦，佢講食材法啦，因為行去考下嘅嘛，錯嘛？還有詩嘅部分嘛？冇，冇講嘅，唐講做的啦，唐講做的。哦，初級以後還有一邊中級，將高級考到嘅話，就做嚟去做嘅乜嘅新傳師，係嘛？做行業新傳師。行業新傳師。哦，對，哇，愛董有心嘛？董有心啊！這怎麼那麼有心，那麼年輕？還有堂嘅講下廣播電台。對。哎呦，因為我上嘅老愛去甲講下，有進步，還有也就嘅環境，按訪問佢全部用客話來。全部用客話來回答，請厲害。賞到40分，今天剛好你要學客家話，我們今天台長跟我們很多長官都來了。剛剛台長說：“哎呦，要做對了，10分了。”做得嘛該？有機會就好好為客台好好練習客話，貢獻一下，貢獻啊嘞！做得撲起，你看兩邊上到有冇？對嘛，哈。好，長官，好 ，OK， 這個 OK 了。長官點頭啊，台長點頭。是。人家說號碼牌，他可能只是客氣話啦。好，來，創台了，唐先講。批數欣賞。浩爺你好。嘿，我們係第一擺唐一唱歌啦，就擺有唐歌，應該上映啊、身體啊的條件全部都好，咪係一隻表演嘅人，都在舞台上就都好看。基本嘅你寫兩條歌曲，咪讓你嘅個性啊、嘅外在的感覺咪動胸腔，係還做兩個披上。也是動有心啊，今天有點 rock 的歌曲，對啊，經驗唔啲啊，係啊，佢係一隻動眼睛嘅後生人，係愛識嘅。不過我會感覺其實整體來看哈，從到其實都還不錯，還蠻好的，很有味道，對，很有味道。不過我會感覺你係一隻表演嘅人，冇聽從你嘅。你走的有些口氣，有些句子的地方，走的發展你自己嘅特色，冇強人嘅特色，就是不要跟原唱有點太接近，就是你可以找到一個自己的方向。然後我會感覺你有幾個尾音啊，控制會虛掉，比較可惜一點，他打鬆啦，很高呢，就是尤其到。這聲音要飆起來了，我嗨啲了。從到最尾嘅時間就感覺，那個聲音有一點點疲勞的感覺，就用到喉聲太多了。因為用身體給力量，尤其是唱高音的時候，你給力量會往下走，對，那個聲音可以往上衝。對，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小小去。試驗一下，這樣子，基本一從頭到好。哦，什麼先生？可以啊，給個分數。看一下咯，好演個分數。哎呦，67分呢！哇，很漂亮喲，值得。好，67分。鬧熱吹啊！好啊！排誰啊？唔會啦，排誰嘛？該你下一棒可能請你會啊。後面隨便唱一唱啦。那招表演人從。好，加油！好，繼續為客家貢獻，好不好？好，這些，好來回座休息。你要去哪裡？
他还故意走到这边给台长看一下亮相，走个台步。好来杀下来，哎呦，杀下了擂台吹，哎呦，那黑树来了，你这个是拉低标准的那一位。灵官期待了田强，来，躺了。天暗蓝，风暗起，吹动爱的面老，爱的心又是不同。爱的心，黑唔黑？唔会再放弃，唔会再伤悲，唔会再灭去。过去无伊过去，爱无有勇气，将头摆给画面再看一遍。的笑容就像天边的一条天桥。用错在天边睇，不会眼中会讲千百种的故事，安静世界总会相信你留下的回忆。过去无伊过去，爱无有勇气，将头摆给画面再看一遍。的笑容就像天边的一条天桥。用错在天边睇，不会眼中会讲千百种的故事，安静世界总会相信。的笑容就像天边的一条天桥。用错在天边睇，不会眼中会讲千百种的故事，安静世界总会相信你留下的回忆。开个尖叫声在哪里？老哥啊！哎呀，吉娜姐好。我 VN 而家擂台吹感chan有拉低分数。冇，你今天冲得好。你今天太深情了，我不习惯。我也不习惯。某关系。没有人习惯。啊，你今天表现的真好。金钱冲2条高就拿到清高分。好细腻，之前有冲98分，错冇？天强。唔记得咧。唔记得，我记得98分。98分。睇自己很黑洞。因為迄條白嘅事情啊，我禮拜一天買99分。99分，冇用噶啥？冇嗌出退出 YT 界。退出。不是才達到10萬嗎？你記得會嘅 YouTube 的 YT 平頭有10萬的人。10萬人訂閱。哦，剛過不久，你可以有到10萬了，為什麼？怎麼那麼厲害？沒有跟羅哥學習啊，因為哦，你是吃那個比較年長的哦，我是吃比較幼的，那個消費族群不同。我年長也沒有長到哪裡去啊，我的從24歲到
到54岁是最高的，3个层次。哦，对啊，都是20几、30几的那个比例。我只是少了那个年轻那一块。青后上，也全部会青后上。我这边是3岁到那个3岁到13岁，到30左右，到30左右。哦，正经有些人这些年轻人可能都不太理性。某家庭拖被青后搞公司才发。我这样得罪一票人。对啊，还是要这里。有失败的你的坤呢？真的好厉害，10万了，不得了。给人当一泡片呢？当一泡啊，当一泡嘞。所以你看，其实要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认真做，努力认真。就会变下去。对。就像根本冲过，哎呦，真的，我还真的不 Q 回来，我们没有办法找。唱的真好，今天来唱必欣赏。是关群哦，真的是唱的非常好，爱唱个心感通呢，真的。因为每一次听到你要唱歌了哈，还就想根本你有一本我们什么样的惊喜这样子，结果今天前奏下去，你整个人。就进入那个状况，进入那个状况，嘿，然后在前奏，尤其我看他唱到后面的时候，他还是微微的笑，这样子，很有自信的感觉。我觉得你唱歌就好，不要讲话，你一讲话完全破功，真的啊！他一讲话就，罗哥，他讲话就变恐龙偶像。对啊，我都还在那个感动里面，结果访问时候马上就破灭掉了。有啦，不过我真的还是觉得你的进步是在动作，真的从你刚开始唱一次，然后现在你又不会演戏啊，或者自己拍一些东西，全部都给你非常大的一个养分，所以你在冲狗的时间，人工冲狗就是演唱嘛，演唱，所以没唱而已，你加上演我觉得那个给我们的整个看演人一个整个感动，我觉得很棒。你知道，看你的表情、你的眼神，跟你唱这个歌在送这口气的时候的那个方向，我觉得都跟整个歌、整个音乐、整个情感全部都融合在一起。我也觉得周得本泰嘎每一个来唱歌的选手一个很好的学习就是前奏下去的时候，你就要表述歌曲整个的那个情感跟感动，就会让这首歌整个进到你的里面啊。金波尼，你唱的真的是太好了，哇，很棒，有那么夸张吗？是要99分才夸张，好不好？不要讲话，好，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好，来，看一下夹的分数，看一下林冠廷的分数。在南庄啊？系啊。南总的什么歌单哈？蒋歌单呐，蒋歌单嘿。你头要干嘛样有讲？你讲胡歌他的，行啊，老多来讨唔错。好，来，看一下夹的分数，看一下林冠廷的分数。青歌分嘞。星梦抬杠，你要退出 YT 界了。他说要退出孬耶大孬耶大了，好，你刚刚说99分，我们需要你啊！不是啦，3狗分97.7分，懂过，哇！那前面我们累积下来的就被他一个人打破了嘛。哎呀，一般人员工唱几条喝杯饮料。走得好了，谢谢，谢谢。什么关系？好，杀下來，係硬牙吹嘅，最後一棒啊！用呢耳帶嚟蒙茶龍。要快台咧。長長嘅茶山喲，茶心暖暖滿山歌。茶嘅姑娘啊，茶呀茶味太搖破，你冇得發見呀，大呀大在頭上搖，亮亮嘅山歌唱啊，唱啊唱唱山杯歌，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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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啊夢啊夢，熱情內。
唱呀唱的歌，明了个高山樱桃龙啊，不是个阿哥爱莫哟，一心只爱山上的茶龙哟。山哟，茶心暖暖满山歌，摘茶的姑娘啊，茶呀茶泪读腰破，你莫得发紧哟，那呀那在头上哟，嘹亮的山歌唱啊，唱啊唱成三百歌。冲，梦啊梦啊梦，热情来唱啊，唱呀唱太阳哟，温柔的世界呀，唱呀唱的歌，明亮的高山樱桃龙啊，不是个阿哥爱莫哟。哎呦，用家姐姐好，哎呀，妹妹，很亲无限的，大把中国，他都有 cosplay。对啊，美啊，美颜芥末风险啊，对嘛，哎呀，美叫表演的完整，完整感哦，青音整款做得，做得用，因为做到像茶色妹，茶色妹，你戴男装啊？系啊，男装，男装哦。男装所以就男装洗妹，男装的洗妹有歌单哈，讲歌单呐，讲歌单嘿，嘿呐，你听我咁样样讲，佢講胡歌單咧，咁嘅撈到係睇唔錯，唉，講歌單。最近啲冇係咪嘅？誒，肯定強用啊，強用做，強用做死啊，肯定饕餮咧啊，饕餮咧，係啊，哦，肯定綁鐵咧。哦，我咬鐵咧嚟綁鐵咧，強用咧做調羹用啊，你喺調羹用設計下依做。貓西做啦，係啊，設計要親力親為咧，係啊，表面哦，當辛苦哦，肯做得啦，係啊，做得啦。我做杯肯半鐵掉鐵咧，半鐵咧硬到，哎呦，給鐵青到。你沒有打一下破傷風啊？沒有破掉，哦喲，因為武槍。冇團體都搞晒喲。我跟住100咪差一點嘅團。哎呦，真係。貴手都傷痕啊！佢做唔得，佢做得講嚟衝過咧。對呀，注意下先。哦，係你好好唱歌嘅，哦，嚟唱台啦，那邊欣賞我哋講。小弟欣賞。以前有看過你唱歌哈，嗰時壓啲黑太，可能佢們進去了 PK 的部分啊，可能你很輕鬆。哦，沒有正式比賽。感覺上有比較輕鬆一點哈。然後這眼神動作啦，還是有一點膽怯，就講講啦。叫冇來嘅啊！叫冇來啊！哎呦，哎，對咧，可能有一參與冇來的比賽啦，哈。就壓啲會有一點嘅態哈。咁過人家表現，有自己的感覺哈。我感覺好在喺個上面要把那個眼神要傳遞哈，冇唱暗號。真嘅呢，因為講就累積到那個。你在中國的感覺有沒有？哎，你會 enjoy 在裡面，但是給你得某個眼神，你有那個眼神，哎，不錯。所以我剛剛有這個做點攀一拜用吧，哈，你還有上農業的，我們這個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哈，我要給我們來做一個 PK，我覺得會不錯。哦，年輕跟年老的，對，用 PK，然後 PK 之後，我們
背后现在风是某空的风，哦，那我觉得那会互相学习会不一样，哦，来感觉会很不一样。好，那制作人你来做好。我一直建议啊，建议这来做，也有可能哦，你个贴片计划有冇？继续做下去。我看有懂多了，其实那个像网红有嘛哈，有阿妈级网红哈，别人会喊他疯啊，真的呢，炒一个菜做一个菜多一个菜的哈，那也是好几万的，所以我感觉就是你继续努力朝这个方向继续加油。谢谢安子姐，对，好的，欢迎他给我分数的，欢迎他用力一个分数。什么欣赏？拍谁呢？带动量66.3分。白台，哎呀，咩唔会啦，唔怕啦，等他抢到16咧。16，赚一蹦铁的啦。好，来赚好咧。什么例啫？好啦，好，3號人有擂台吹，擂台吹，牛心妹帶來羅茶條。糖啦。有行來羅茶條。空幾日台無班沙，夢想敢會有奈表差，拄好在你轉眼中下，恨記得幾兩事，春花當開幾夜真夜。樹影悠揚天，眼聽金色兩心連線。隔中茶，天有光，昨夜高鐵轉眼都秋行。怎么讲？情难诉，又难谈，千言万语诉不尽思量，只怕转来你心里有悲伤，愛盡也得真表唔行。哎，你好，有咩做事好糖？鐵白糖多呢？誒，基本上都仲會葱啊。係啊啲啊。一條歌有接葱嘛，用葱啊。鐵白葱。鐵白葱哦。跟住我先一條歌。哦，因為這太湖嘅歌入邊嘅欣賞啊，佢主唱嘅歌嘛，我推起來拿歌詞拿歌譜，真好誒。糖到好，糖比到你節目上去好兩條歌嘅來。節目當中表演一下。火茶條。哦，有先。綠茶條。哦，綠茶條，唔係火茶條。你講入面就唔記得。綠茶條。啊，綠茶條。哦，我都想我做火茶條。哎呀，衝鋒陷陣。綠茶條係肥嘅種感覺。嗯。哦，對哦，因為我有想我寫嗰種綠茶條嗰種歌曲。
因为也看家嘅背景，迄副口嘅插头用。副口插头哦。因为个现场喺戴，我记得戴副口。哦，欣赏戴副口。冲俩狗一个欣赏戴副口，所以佢当有一种画面或下垂的后堂的歌曲。今日真系创作动有咪？来，唐哥啦。唐批述欣赏。宋妹姐姐你好哈。你好。嘿，基本伊唐伊从俩跳歌曲，我感觉出。你手 key 都给热推哎，就站在月台上面的那种场景都出来了，动用古诗嘅画面，嘿，你嘅上面系根本应该感觉所有嘅音之中，你嘅上系公唱功是最稳的哦，对，可是你有一个你起价给特色，就会你会有一些抖音，就是尤其是唱到最尾巴的时候，你系力量不够，还是说你想会冲下冲掉，所以你冲到每一个时间就用抖音去控制，这也许是一个你的特色。看不起我们唱抖音的。莫，我用音讲哦哈，我音准啊、咬词全部动好，我就跳下又讲到，你从到底下个够音的时间，张夜歌腿。张夜歌腿，其实那个最高音其实已经到 re 了，我讲你嘅最大嘅音哦。用哈到拉，所以其实这首歌其实它是从拉到 range 其实蛮宽的，音分轻泛。我感觉你控制得很好，所以我都躺到去动感通。真的，好，来，感动的分数会是几分呢？来，看一下鸟松猫的分数，97分。继续好冲我们大家糖哈，感谢松猫姐，谢谢来冲过，看下。好，有分数统计出来咧，南一区290分，擂台區290.4分，恭喜擂台區得到獎品100元。唱比的是2個啦，羅哥也要一杯。哦，也要一杯。输肉人點基本的，哎呀，沒關係哈，我們下次再接再厲，謝謝。好，用書啊。沒有多謝呢3位辛苦的評審欣賞。什麼欣賞？謝謝。好，安尼流行歌曲組 PK 賽比賽了，來看傳統組。好喲。好嘛，傳統組的 PK 賽來看下。銀色柳菜那丝啊！銀行韓國語嘿，好，對。帥哥，趕快過來，我現烤的地瓜餅哦，非常好吃哈。如果我長得很醜，我還是叫你帥哥。還是帥哥。對。我不會跟新台幣過不去。你跟你了嘛？好，接到傳統組嘅金曲 PK 賽。唔錯，強龍分咗擂台區，還有南一區。哦，然後區會獎金100元哦，加油哦！當然要介紹評審，當然啦，獎金嘅啦，邊度啊？來。李秋霞先生，蔡皮貴先生，曾明珠先生。好嘞，3位先生結束的，馬上就進行比賽了哈。先從南一區開始，第一棒係黃興發到來平板。好啦。
看到啊，那转呐啊，按叫无转咯，按叫以前的关系无转呢。啊，真的啊，全部都不下到，全都无去无含乜个东西啊。无去了，蛮来了啊。有啦，以前嘅关系。按最近啊，有个讲故事的比赛，讲故事的比赛哦，演是有拍啊，还是都不下写个故事啊。头摆要慢，好搞为啥？去讲故事呀，骗人的故事。佢嘅主题啊，愛嘅家鄉啊。哦，家鄉從是個家鄉嘅故事啊，用地理嘅環境啊。哦，跟寫乜嘅人嘅故事內容係乜嘅？還是像係頭擺真好搞嘅為啥？哦，這個世界好搞嘅地方啊。圖書館當好搞嘅為啥？然後撇破龍。撇破龍，哦，蝙蝠洞啊，哎呀，撇破，佢一點有佢嘅特別好搞，有亮閃閃，有暗摸摸，有白跳跳，真啊，現在亮嘅地方啦，無所所嘅片，生意咁落去個一擔一胎了，佢生意咧講圖書嘅啦，圖書嘅都擔胎啊，各種嘅，佢唔講嘅撇破嘅個撇破事，我有，因為落去嘅時就叫做背字。我比較，係啊，我知道有危險嘛。講出有得到乜嘅獎喎？網友得獎，網公鋪要參加咧，網友公鋪，哎呦，哦，已經比過誒，但是網公鋪要初賽比過誒，還有決賽，哦，有決賽嘛？有決賽，有機會啊，希望得獎，希望得獎啊，對，將過來分享，冇問題，來，創特唐先生嚟講，唱秋下先生，小龍村嗬，你話好創唔好創，都做個創個白鳳彩啊！唔過佢哋提倡大家，佢歌詞內容清楚。我希望大家話，不論睇人嘅寫字，你遇到個係危險嘅素材啊，要特別注意。像我咩要學生嘅，假如講去比堂難我嘅就按做睇啲模題咧嚇。還有唔過你哋嘅廟路檔咩看到個小朋友啊，一下子跌下去。睇見冇看到，你係做非常危險嘅行為，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啦嚇。憲法上嘅上人非常好，佢咪唔計準腳咪做得清楚，但是當出嚟欣賞啊嚇。我有呢個我幾多點都做二樓，朋友可能你四個八節唱到清楚，但是聽一句莫。行了一前哦，我只是說按住下轉腳會加好聽，你是莫行了一前哦，按住係硬掉掉啦，哦，迄啲係我講人嘅意見啦，哦，或者本意講，本意一隻意見哈，要變成弦啦哈，你那個音可能多少一點點的可能數音嘅時多少。冇頭前按好哈，聽藝術哈，嗌到邊哈數音嘅時候，乜多少音樂係音樂嘅喂，冇好你歸屬非常好啦，非常好啦，憲法哥，真係，睇下大家分數，睇下黃憲法嘅分數。有生日分，雙個款啊，旗開得勝，係冇？我們鬧樂隊，有比賽啊，係冇？好啦，還應該有幾位，再過來唱歌俾他唱，幾位當標慫啦，當強慫，真。按笑面有冇？唱個強慫，謝謝，好來，黃英發哥，弟弟啊，夢人嘅擂台吹，好，要捱嘅擂台吹嚟，嚇笑佢，好嚟，哦，彭清霄帶來過去採茶，來唱個啦。那
两位主持人当然冇看到欣赏好，哎呀，很记得了。张惠妹的手势，系啊，亲的影响，系哦，当叫唔是来嘅，唔是来啊，有喊就来的，创本他个谈啊，系啊，今年有想我唱一条歌嘅，因为吼，去4月份的时间啦，转去落幕吼，看到个。男装没有你男装，男装的细妹嘅蒋孤单，蒋孤单啊，没有孤单。拄拄看到个春茶吼，冻江啊，啊就想讲，错啊，因为俺先生记得头歌吼，细时节要卡迄做茶，港茶园做茶呀，啊就问佢讲，野茶做咧做茶嘛，用做得拄拄，两叶夹。一心，度春茶，搭几牙吼都等冻江冻度好时节，度好时节好。嘿，啊就想讲啊，莫作专嘞，吃做看啊，伊讲嘿啊，吃专啊，俺们假生也是做诶。也是做过嘛？是特别是做过。艾先生是做过，艾不是做过，俺们不是看过茶叶，们不是看过啊。因为俺在东铺哈，不是看过人讲茶叶。你咋配啥茶呀？冇，俺咋个嘿？俺先生记得调过茶叶哈，冇醋枪个盐顺的哈，都2-3条，俺想到2-3条，你啊数过地边都没有南山嘅茶叶2-3条，想讲做得冲了数，系啊，啊孙生来分享。讲做茶的心得，最后这个有成功吗？有照专业做，有照专业做。哦，该种个歌场吼，真麻烦。跟冇嗰種技師啊，嗰技要烘焙啊，要洗草嗎？對，先洗不完吼，用樹切。切了吼，要本佢發酵，發酵了之後用炒的哦，炒好咗3日頭。2日。做2日，洗假日。哦，啊，前後啉的得冇？我有啉冇，做差唔多幾人吼。雖然吼新手上路冇按香啦，但係吼食了當安心，因為自家做咧有迄乜個有機有環保，又安心。啊，對對對。您講有做茶師傅啊？係啊，因為忙到繼續長途。冇泡茶欣賞啊，係啊，對。做茶你茶做了後，你青菜泡都青菜好食。我知道要水怎麼都有關係咧。我對南莊嘅時節都該泡吼，知道很會食得咯。結果吼，我拿轉去花蓮嘅時節，水質冇重要。花蓮水質應該不差啊。因為南莊嘅山當嘅水係軟水，山泉水，佢平常時吼食起來滾水都甜甜，咁樣捏落去咧。啊，花蓮轉去泡子，味道又有，水質又差。當然好泡茶，佢會自己拿淺水。來泡茶，我之前都會到大尖山去，然後用水桶去裝水嘛。係啊，羅哥咩好泡茶？我咩茶已經啉2-3年、2-3年，從細啉到大啊，係啊，來，從頭唐先生講起。先生，好，呢精修手指哈，佢俾帶來係一美濃嘅手條枸杞菜茶。其實也是枸杞是講。也相當好聽，喺美容方面呢，青島手條從那個樟葉牌、半山藥、松露甚至枸杞菜茶。但是呢，也屬歌曲，可能在人家彭小姐一開始唱的時間，有較急的位，個樣子一開始唱的時間，個音有小可啦，但是唔係講當明顯。但是佢到第3段、第4段後來就唱到當獎了，佢就唱到當獎，小可起音的時間。過去嘅菜呀茶呀，夾個鹽啊，青島鹽唔係菜呀茶，它夾個專業部分，因為佢手條佢有寫安樣葉，人就盡量去同佢創到來。佢可能一開始佢冇注意到，將佢啊睇到你注意啊，念那個山上那個好啊菜呀茶，佢有四拍嘅地方。嘅屬於咩唱夾嘅事咧？其他嚟講都未學，你唱演唱就演順咯。其實也上一千錢啊，一千好聽嘅上，也嗰啲同事哦，同佢導唱，我相信你會健唱，會健好，睇加油！好，謝謝。我講個同事，好，看一下彭清修嘅圖書。
哦，95.7，还忙老年追阳了，TV 哈，你冲到清后啦，唔怕。哎呀，真，是输的2.3分的。2.3，后尾叫上嚟就好咧，係冇？茶泡較好啲啊，是茶。我希望有機會再飲到唔做嘅茶。好，冇問題。按這些，謝謝合作支持。好啦，老年吹咧，落水連帶來平白。好啦。夾棍啊，係。生理也無限，係來唱歌，生理也無限。咩？生理字誒，對吧？生理字，係啊，夾棍咧，可能然後就啊來啊來啊買乜㗎？係啊，來，帥哥美女經過一定不要錯過啊！哦，嗰時我係喺然後行過去係，哦係，對。我現烤的地瓜餅哦，非常好吃哈。如果我長得很醜，我還是叫你帥哥。還是帥哥。我不會跟新台一過不去。一直講謊話，你以後下地獄。對你不是謊話，對，變真心，好冇？哎。
系啊，系啊。哦，安尼做生意疫情当中会有乜影响？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我老界嘅个老人家吼，会讲，你就讲国语，忙就疫情嘅时间，我考纽国考翻书饼，你唔敢讲生意好多2百人啦吼。盖条就得盖，就盖洞啊，我讲盖木呀哈，就盖洞啊，排列的，对。排出排了。我考啊出来就是抢啊去，是贵潘是哪哪这？哎呦，啊，你也无安样人，真是无安样，另外一家唔好，下家是唔好。系啊系啊系啊，一种东西那政府没控制唔到啊，就让，唔做唔得来，病毒你不要进来哦，冇可能嘛。我大家当家，我戴口罩，喊你他讲，你戴口罩，我讲来问我谈唔识啦，我讲跳緊樣，我冇戴口罩啊哈，我冇戴口罩，我對你啊哈，我當唔好，我戴口罩係保護你。哦，對對對，我想老去講，係就然，啊，差一朵傘哈，疫情呀，我跟你講，本來有10層的話，現在可能剩下3、4層。哦，真的是有這樣子，差動，真的樣樣都不紅白。嗰兩真係應該較好吧？慢慢的啦。啱講我做麵包啊，哈，2月天本來是愛4月，本來是愛4月，啊，2天係太熱。哦，跟住按生理按摩好，按好。最衝過好咧，最衝過。穿錢啊？係啊，衝過咪做得穿錢啦。係啊，今日哈，更多哈，就是社團啦，哈，又都好朋友啊，哈，又理事長啊，我讓我聽當多東西哈，我真是新聞機，啊，新聞機哈。按像今日比賽啊，比賽今日合唱團比賽，我今日是送一百粒孔，5隻嘅芥蘭果送到我後山去，他們嘅辦活動，我送下去馬上視察到做東西比賽，還要好麼？按好哦，兩片都冇標題啦，冇標題，兩片都。雖然我從車企嗰線上傳到4萬 K 哈，我傳2萬 K 咪當翻嘢。哎呦，讚哦！盡到咩得到2萬元就錯啦，讚哦！戲要錢，愛錢好啊，愛錢要穿得到，係嘛？做生意都穿錢的，又行啊，比賽咩我穿得到啊，我穿得好張穿。不過哈，講實在啦，比個人誒還好啦，就獎杯就簽啦。冇簽點可以？係啦，冇啦，簽不會去，全部會去啦，好衝過嘅研究一樣。誒，從該年下我老夫客，咩老夫客，我夫客用辦嘅鄉長杯，他有4組，我是補4組，我咪唔啲咪哈。佢講你要補叫我組，我講我全部來補落去，反正生意都我唔做生意嘛，我全部來比落去哈。4組都要比啊？4組都要比，真好衝呢。當好，他個配就是講，誒你補叫我組哈，我講我唔啲我補下落去哈，佢冇係叫我組，我講我全部補。叫你組你是哪裡啦？是會倒啦，你補完倒唔會倒啦，很歹勢哦，你都欣賞啊哈，點解很好？我那上則第1名轉來去幹嘛？衝點都講了，條錢冇人比啊，全部都不比，對不對？全部都不比。來，穿對了，同學。當過儀哈，好，謝謝。雖然手指哈，健身當好，啊，可能貴下組是比跳安啦哈，表示你嘅健身啊，實力強強安啦哈，今日從了平板啦哈，有幾隻人從個。第3季啊，第3季嘅是路向書啊，你可能因為做人嘅關係，你嫌調體咁樣嘅啦嚇，路向書啊啦嚇，韓國要輕鬆啦，喂咁樣嘅強硬嘅準嘅人，所以你肯定要注意，嚇你每一季嘅來人，可能嚇會下實力，嚇所以會下硬。吼，咱當奇怪嘅種嘅上會走出來啦，吼，繼續努力，好，按這樣子。加速度嘞哈，新聞線上哈，新聞線上。好的，看一下幾個分數啦。看一下漏水2個分數。95.5
点山，你看，那波浪闹热吹，我就本拍摄喺多風煙哈。係咪啊？我行擺樓那度轉來。係咪？認真的。是不是？我行擺樓那度轉來哈。好，謝謝。條錢充太多咧，係冇？謝謝啦，回頭謝。蒙師娘姐，今年順利1月1號哈。係啊，我記得去買哈。好，嚟，3號人有擂台吹啦。擂台吹，鄭景榮帶來嘅有錢。好啦。保温啊，真哪有？优格啊，优格它如果开封以后可以保存几天，你知道吗？不知道。白凤优果保7天。白羊吊子，我种送上的么？送上哦。结果牙拉要种送上。哎呦，好知。哎呦，也冇按厉害哦，我隔壁连杀3家全部送上。真的啊！去董來啊！去董來都有。哇，係啊係。誒，按叫你冇係咪嘅？地下都學做生意啊！學做生意，冇識做，冇識做過生意嗎？冇識做過，冇識經常做過。哦，全部做農事嗰度。係。哦，有做生意。啊，都讓阿姊賣嘅鹹醋啦，鹹醋茶。哦。屯牙子強下賣。係，佢做藝賣。哦。誒，我哋聽賣。我聽哦。賣鹹醋茶啊？喺那邊賣啊？台中。這慈松。慈松哦。慈松。關山6里哦，冇固定的地方，就是在上面地方定論嘛。哦，那片有私蟲就只有那買哈。
市场拢固定油，固定油，俺买是3月，俺能点那个。哦，你当日这个买固定，这个买，那个改变人是多的是吧？对，不今年你买一百，轮流哈。哦，有，像啊个传统市场对吧？传统市场会，其实可能135来摆，嘿，其他时间就会配米摆，嘿，哦，跟米有固定冇？米嘅有有固定，有冇固定。哦，市場都。就成萬都成哎呦，係啊，唔該清楚去。佢唔會講都你讓我抽兵啊啲一擺，因為但係冇可能成多就成擺。哎呦，所以大概有一個規矩。對，大家有一個規矩。按樣較好啦。係，啊啲去到嗰度冇米人就切個人我講傳統嘅切，啊太本都不用都打上都要巧了。叫錢冇？不是哦，暗号。金毛毛个市场管理委员会，我们那是属于路边摊的哦，冇按太严的啦。我们三个警察来，我讲你要交通会堵塞了，警察都不对哦。哦，我开单嘛。迄抗严重的不？不哦，还能个规劝就是。一种就前一，应该会劝导一下。拍走几年就拍走。对啊，一种单开下去。一种单都前一咧。哦，个生意好嘛，安尼买都有，买久诶，买。我買差唔多200人，因為300人店。哎呦，生意好嘛？生意池上較固定啦，真係池上老婦女嘛，喺我自己買幾萬元啊嘛，佢買差不多4元油咧。哦，有口碑。有個主顧嘅生意較固定，像關山玉里，喺我都天白去買啦，佢打開市場嘅喎。個天白天買嘅玉里買嘅嘛，佢買到這先家買到9點人嘅，但買到600-700元啦。600-700元呢？我想啊，哇！個先錯很多，先錯差到很多。我想就啊，哪一地咯，個啦要嘛，就個先錯差多到同佢拉到落去。順行嘅攤咧，特曬曬都半班比別吃點咩啊？就你自己做先錯，真係冇那點。哦，做好。吃到中醫，做得老嘛。啊那邊食到一啲，他講你係先錯，口味好。我都接受。夏天你買樣子。哦，真的啊！哎，你不會做生意哦。哎呦，有舍有得，你看敦親睦鄰，哎呀，但迄個到人上去都會做，但他唔試過，又不敢嘗試。對，試了以後當提供。哎，你個推動嘅鄉親有看到池上關山，還有那邊哈，對。池上關山還有富里、玉里哦，有名冇？鮮臭用係啊？有，它是溫媽媽仙草，溫媽媽仙草哦，自己對，它是喺我自創香文嘅，然後我自文咧就溫媽媽嘅，哦，生意咧溫媽媽仙草，它個油係搞慣啦。我迄個池上富里，像你經常溫媽媽仙草大沙路地，哦，有名，哇呀，來，你就下先生。咦，那個華東地區我池上富里吼，嗰條水質好，哦，嗰米要清好食咯。哎，你這個真緊吼，以前我伊教過，個學生啊送個米真緊是冇強浪，非常好食哈。啊，年前要清好，哦，許多年啊，不能年南面哈，啊樣真緊吼，嗰片啊吼，清好。安尼啲金融鄉吼，你上任我都浪掉啊，真緊當浪。清好，創了出國哦，你有錢哈，你上面非常浪掉，標錢了清好，但是你有可能有一條稀缺嘅米絲啦，我樣嘢咯。但是你牛市方面，既然有了廠咧，嚇，你是牛市，只能比牛比漲來，把溫啊震，你用犧牲把穩震，哦，啊，你從來震。啊！你是講嗰軟腳是比較是喏，好啲強當初啊，還有體育術8九字四聲字，你從那8九字就是前南堂嘅人8九字8九字，你人盡量做比漲落，我相信你了數歌曲好，絕對能夠拿到當國分一千好。哦，你就嚟講我小橋店，希望人能夠哈參考一下啦，哈，加油！哦，什麼？啦，老師。我們講過那個優格啊，優格它如果開封以後可以保存幾天，你知道嗎？不知道。一個禮拜。你怎麼知道？我唔係嘛，我睇啊。開封優格保7天。
你嘛该分连上多。他们讲保证呢，保证。来看一下几个分数了。我看一下郑景勇的分数。哎呦，西门先生。哎呦，哎呦，有看到吗？好啦，然后你吹的啦，好啦，没有，你要擂台吹哦。擂台吹的好嘛？是火台。哎呦，啊，景勇够赞啊！好了哈，分数叫出来了哈。好，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好哈。温妈妈先抽，温妈妈先抽，他来走捧场啊嘞哈。支持哦。OK， 回照消息。好来，撒下来，拿嘢吹，拿嘢吹嘅林行东带来乐山歌。有咁咩强哦？对。開蒼山歌，超蓋山我來了，等到啊！兩三更啊！三更，人水清啊，較好啊，山歌啊。無言嘆啊！白楊調子，白楊上啊，唔當啊，花米呀。叫一聲啊！白楊山歌，愛搖紅啊！唔當啊！太假。衝來탕啊！行动泰国吼，帅哥美女吼，
讲包按料量，中国按温柔。係咪嚇？唔加講嘢啦，鐵漢柔情。對，倉庫就有倉庫嘅樣，始終做一派頭嘅，嗰種太調教樣啊，哦係啊，哦佢基因又好。家裡基因又好，有糖講嘅嘛？係啊，糖講，對啊，係啊，連啲兩台我種送上嘅冇送上嘅哦，結果牙拉要種送上，哎呦，按好基因哦，啲冇按厲害哦，我隔壁連沙三家全部送上嘅，真係啊！問題嘛，佢咪唔強嘅啊？係我自己阿娘為我阿娘捱叫嗰啲快啲嚟啊！同有關係吧？嗰啲有樣嘅，係啊，有樣嘅。它是個東西，是個水有關係嘛？結果我曬到中南去啊，我對面要種送上。哎呦，有關係。梗唔是一條，梗唔是一條醫生嚟來錢就好啦。滿神之看呢？佢頭頓隻圈啊，可能都有受傷嘅。邊嘅啦。哦，邊嘅還是有，哇，那個基因很強啊，很強誒，跟人家那做照顧孫呢，出孫呢就好了，出孫呢，可能祖先有得啦，有得啦，係啊，哦，大表祖先優秀嘅基因啊，係冇，哦，神奇啊，孫呢細來啊細妹。兩個就細妹，細妹哦，你神奇了啦！你轉做些轉也聽聽阿公嘅了。公啊，但禮拜冇空樣，你一時啲樣嘢要轉來啦。係啊，幾多歲？2歲人，佢是都有資嘅，佢是讀嘅。好好嘅培養，以後做一個團體。雙胞胎團體。看到個三個按太時，還拜三個也怕挨來。哎呦，你做得咯！天澤三個團體，雙胞胎三個團，哇，好好嘅培養啊！而家隔壁零沙全部請過來，全部請過來，做得三組。發揚嘅客家呀，三個來推。厲害咧！客家我注意哦。有可能全世界就係你台灣客家種。真嘅，雙胞胎三個組。謝謝啦。청소의 창 기구의欣賞。阿先攏講哈，請求見了哈。記得以前在三國比賽場地啊，也一直督導。佢今日帶來也數係一個老三國哈。其實老三國嘅唱法啦，也隨人唱哈。樣板講咧，有人講我把個42跪天，我把個252，我因為冇一天人有必要佢講跪天，就樣板咧，老三國就係一唱來順。樣板順本人彈嘅人彈起實來。做馬講以前人唱三國水橋來，本人唔是講大師你就看得來，也彈得來。最主要嘛個廿幾師單就係人講嘅拍花兒，咩一份嘢我彈唔實咯，唱三國啊，所以佢咩呀梁樹也做得講人家故事啦老將就老將啦，在咬字方面根本就冇講，我要去注意去彈，咬字做得講全部就咬了一張，要呢時節也係咁講咧，也要呢東西講人去做，留到人仲去唱，佢可能來人冇較唱，留到人仲去冇人做，但是佢同樣做要呢要做到人講，只是講冇來到現場，所以佢咁樣也兩首歌做得講也唱得相當好啦，也老三個嘅東西，我就講過伊唔是講仲去發揮就好，唔是講乜人來要較長遠，嗌冇來按場做得冇。其實冇賺，要你做好來，要腳做將來，樣就好咧。因為做廠來講，做嚟講老三國也廠來親身過，但是還你要繼續加油來為客家來發揚嚇，加油！好，睇下連前東嘅款數。哎呦，目前分數可能差唔多啊，差唔多，咩千個款呢？對，厲害，極盡啦一啲咧，係啊，哦，平，係啊，平就千好啊，平款啊。兩款獎金，講雙胞胎呢前期啦嚇。連前東先生，我係先生嘅啊。有陣聽數啲邊下就要。安子姐，多謝，按好啊。隔壁零沙全部對門，板凳啊對面要講。係啊，因為按厲害嚇。冇板凳也不靠，旁邊嚇，係啊。
我姜啊不用我姜送包卵。不要还姜对了。姜唔对，50人這樣有姜啊。好，今日先難講。殺下來。好，殺下嚟擂台出嘅羅潮美帶來三個字。趕快啦！吃到啊，球迷仔冇問題，冇問題啊！咱們今日很奇怪哦，因為可能唔係乜個真實比賽，所以他個壓力冇咁大哦。可能係吼，根本嘢。也係最近家家有表演，有係啊，衝得進來進好，所以有歌迷呢，有哦，還是帶着媽媽，有粉絲呢，你看佢唱歌嘅，那乜嘅。跟6月份啊，迄個湖口呱呱節，觀光節，呱呱節，呱呱。跟南瓜、王埔啊，還有那個香瓜什麼瓜啦，所以有個瓜，瓜類瓜節。哦，佢目前未算福口親大型的活動，當然有期盼，古天威期盼你就錯咧，錯。阿姨嗰邊表演哦，本來個主辦單位佢冇邀請啊，個記者會前2日個。理事長講，奇怪，因為冇興啊，農非理事長，差。因為我冇興唔安尼，相當幾年嘅粉絲啊，隨興個主辦人，親啊，某個理事長親自打電話，哎呦，有嗆你哦，哇，哎呦，對呀，
哦，罗秋咪个嗓子是像呱呱样啊，对嘛哈？哪有像呱呱？你要他讲嘞，好嘛？你要他亲讲嘞。系啊，讲像呱呱呱呱样样诶。我唱起来啊，应景啊，对嘛？批下来那个建议的，对嘛？呱呱姐和白妹做的情爱啦哈，我也是一个瓜。对哦，对瓜，两对大瓜，大南瓜。然后第表演以后，还有歌迷带着妈妈一堂去唱歌。有一间细伢子嘅土家妈妈过来，嘿，叫俺妈妈当好汤儿唱山歌，糖豆是当飞，感通。看节目看到有粉丝嘞，就是有歌迷，这给我情感通嘞，真的很棒哈，就有成就感。来。好，唱民族欣赏。秋明小姐看到你是喜气融融，按人绿绿的亲讲啊，今日看唱了的山歌歌词也非常安好，韩国呢丝丝熬到亲民，主要呢也上非常的温柔的唱出来，本人听到非常的暖心嘛，客家人講，還有你山歌很暖心哦，是個唔會吵耳。唔可以吵人，温柔嘅來唱，所以呢非常嘅安好。雖然講青島啊，當叫無力人嘅，他把唱到嘅聲無開聲，但是佢不錯，可見呢佢時常嘅有表演，我哋指南嘅腔樣啊，佢咩都虎口去唱嘅呀，更加虎口，更加單字虎口，我虎口嘅好客元氣唱到唱佢主持呢，佢厲害啲嘛，所以呢一種人才真好。多多來發揮，來發揚呢啲客家文化，繼續努力。好，什麼先？好的，好，主要緊張哈，我補充一下。來，好嘅更加好哈。因為秋米嘅聲哈，該冇法講啦，原土啦，今日唱嘅韻腳嘅真好。你講唱歌嘛，高音就準啊，中音要圓嘛，大音要穩，你同你有把握到。唔過記得唱歌四季八節要注意。你懂你當到唱就像體術唱就你溫氣，你溫氣啊，四季八節一季有兩節，所以4、3、4、3、4、3、4、3要記得。所以你唱歌四季八節要特別注意。洛山歌是自由演唱，家都是講自由演唱嘛。但是你山歌是平板，絕對要照四季八節，不管有貼詩無貼詩，你是要照佢4隻詩、3隻詩啊貼冇要緊，但是那個節拍你要注意，要做得動作那個，我想溫氣就溫氣，你希望大家要注意，好，加油！好，謝謝先生。睇下羅全面嘅分數。一千過分啦！恭喜！祝你姐唱得真好。好，希望瓜都出來哈。你冇得糖豆意思，出咗行咗越來越像瓜。好，分數出來了。好，統計出來咧，鬧嘢出係287.6分，擂台出係288.7分，恭喜擂台出，得到2萬元，恭喜！嗌人咧，唔鬧嘢出。喊100再過來編啊！係啊，喊100張嚟衝過。好，安尼今日嘅節目哈已經告一段落啦。安尼好唱歌朋友夾嚟報名哈。夾打電話來，0966676打電話來就錯咯。哦，唔是傳真，也唔冇用嘛個傳真。冇傳真機咧。好了，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呢，我們辛苦評審欣賞。什麼三位欣賞？那是我各位好朋友，恭喜擂台出耶！什麼小強老師還有我最欣賞，謝謝老師們，謝。什麼現場嘅工作人員辛苦咧，什麼大家。好，下禮拜我們記得聽到準時時間呢，鬧嘢大擂台，鬧嘢更好來，拜拜。